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主耶稣宣告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羊，到我这来的的较未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我就是对天顶降落来活命的羊，人若食这个羊，就的确永远活着。我对恁所讲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新约圣经约翰福音6章35节、51节、63节。主耶稣宣告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羊，到我这来的的较未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我就是对天顶降落来活命的羊，人若食这个羊，就的确永远活着。我对恁所讲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新约圣经约翰福音6章35节、51节、63节。世间上的水，若啉落了后，犹原还佫会喙焦；世间上的粮食，食落了后，犹原会佫再枵。但是，若是食了主所赐活命水，就是圣灵，就永远袂喙焦。食了主所赐活命的羊，就是圣经神的话所应许的，就永远袂枵。圣经记载，所罗门王捌伫世界中间来寻找到止喙焦、止枵的水甲粮食。伊正开始是追求智慧甲知识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甲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伊的智慧赢过万人，伊的知识非常的充足。伊做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伊会当讲论草木、花禽、走兽、昆虫、水族，天下的列王拢找人来听伊智慧的话。伊讲：侪有智慧，就侪有手法；加增知识，就加增忧伤。伊伫世间上知识这方面的追求，伊感觉讲袂当满足伊家己的心。后来，伊也另外追求用酒互肉体所痛，为家己动了大工程，建造房屋、栽种葡萄园、修造园仔、买木屉、搁饲牛羊，积蓄金银珍宝，坐坐入妃嫔。既然伊目睭所求的，伊无留落无互家己的；伊心所乐的，也无禁止无享受的。后来伊却讲：啥物人知影，拢是虚空，拢是掠风，伫日光之下，拢无啥物益处。自历代以来，咱人伫这个世间上的享受，甲追求智慧甲知识，伫一个人的身上，会当超越过所罗门的，实在是无济。伫圣经中间，咱却找袂到别人。但所罗门伫世间上的追求，无会当互家己袂喙焦，互家己得到饱足。咱若是有主耶稣的话，属灵的生命不但是袂喙焦、袂枵，也永远袂死，并且日日充满着属灵的平安甲喜乐。尤其是伫患难中间，咱会当靠主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更加是显明伫咱的身上，伊真正是会当满足咱的心。咱也比所罗门王有何等的福气啊！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要白白来得这个福气无？主耶稣宣告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羊，到我这来的的较未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我就是对天顶降落来活命的羊，
人若食即个粮，就的确永远活着。我对恁所讲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6章35节、51节、63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